继续来看到，即马挖近过年，而且即马包含着日本、韩国拢有出现流感疫情升悬的趋势。卫福部佮有医界代表同齐是来呼吁大家赶紧去注意风险。另外，针对着即马麻疫苗欠货的问题，卫福部是强调，咱的群体免疫力有够，唔免惊会大流行，建议将这疫苗留予医护人员，也佮有需要的人。强化防疫正节前。 卫福部长邱泰源甲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去现场，秘书甲疫情记者会包起甲立法院。最近日本甲韩国流感疫情加悬，考虑到新正就要到啊，都惊9日的假期病毒会怎安尼传入来。加上每一年新正迄卡刀，都是流感疫情的高峰期。有立委邀请医界代表，共同呼吁大家都要赶紧注疫苗。首当其冲、威胁最大的疫情都还是流感。 都是刚去日本玩回来，然后就感冒回来，一验就是流感，而且都是 A 流哈。今年我们所打的这个流感疫苗的吻合度相当好，所以其实打这个现在的流感疫苗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来预防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今年第一礼拜流感的门诊甲急诊来予医生看的人差不多有12.7万人次。不过新正迄卡刀预估会达到上高峰15万人次。 加上去年受到风台甲疫苗变色的事件等等的影响，65岁以上的侪岁人有注疫苗的比率敢若有45%，比按算的55%还佫较低。在疫苗的效期有2周之前，就是今天，就是现在，大家就要开始去打疫苗了。疾管署嘛强调讲，目前流感疫苗还佫有60万剂，库存量有够。新正的期间，正月初1至初3会开类流感呼吸道门诊。 后礼拜会公布各县市病院的名单，现在外界嘛关注麻疫苗欠货情形敢是有改善。台湾在 MMR 的注射率是到达97%、98%哦，所以我想整个国家的一个防疫力哦是应该是非常的强，我都会在控制的范围，但是我们还是会去争取。根据目前的统计，自费麻疫苗的库存量。 两间厂商拢总有27000剂，也佫有9000剂伫咧试试检验当中。卫福部嘛强调讲，目前群体免疫力要真有够，建议医护人员也佫有要去高风险所在的民众，都要先注疫苗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